驅魔聖油，如果懷住信心使用，驅魔聖油有助於驅散魔鬼嘅力量、魔鬼嘅攻擊以及魔鬼招來嘅鬼魂。驅魔聖油呢，亦都有助於心靈同埋身體嘅健康，就好似喺啲傷口抹油咁樣啦。耶穌賦予宗徒以覆手及傅油為人治病嘅能力。驅魔聖油仲有一個獨特之處，能夠將啲不潔嘅之物從體內分離。咁好啦，尤其一啲係受到詛咒嘅人啦，咁佢哋呢會好明顯嘅，或者邪術嘅會結結腳腳啦，喺度咆哮啦、噓聲啦。咁呢個情況呢，喺宗教活動或者祈禱或者驅魔嘅禮嘅時候，會更加明顯發生。而我正有呢一方面嘅，我承認我俾人落咗咒語嘅，咁所以呢，我非常之需要驅魔聖油，使到呢能夠身體心靈健康，將裏邊所有不潔嘅嘢排出體外。天主祝福所有嘅神父同教